點解你越食得健康，反而頭髮越稀薄？30秒話你知4個營養師唔會講嘅頭髮殺手。你杯奶茶、你件蛋糕裏面嘅精製糖會引發糖化反應，膠原蛋白變硬，毛囊失去彈性，毛囊萎縮速度加快30%。炸雞薯條會釋放自由基，攻擊毛囊細胞，仲會刺激頭油分泌，堵塞毛孔。每日超過3杯咖啡會偷走你60%嘅鐵質吸收力。缺鐵就係正正好多女士嘅脫髮元兇。為咗減肥，淨係食菜、蛋白質、鐵、鋅呢啲營養唔夠，毛囊直接罷工。用蒸、灼、烤代替油炸，減少自由基嘅攻擊。要食多啲雞蛋、魚呢類嘅優質蛋白，佢係生長頭髮嘅必須營養。南瓜子、堅果呢類可以補充鋅，負責毛囊細胞嘅分裂同埋修復。唔夠鋅會令頭髮生長停滯。菠菜、紅肉去補鐵，仲有核桃、三文魚，佢有豐富嘅 Omega 3，可以抗炎同埋保濕。仲要每日飲夠8杯水，幫助沖走代謝嘅廢物。夜晚11點前瞓，把握毛囊嘅黃金修復期。由下一餐開始，唔好再割親你嘅毛囊啦。關注我，同埋分享俾你覺得有需要嘅人。下集講下你脂肪脫洗頭水可能加速緊你脫髮。